今年會有一個新嘅形式，我哋咧叫佢做詩與禱樂與舞。今次咧，我哋有其中一首詩歌咧，我哋都會安排埋有敬拜嘅舞蹈喺裏邊嘅。我想同大家經歷一個不見一人，只見耶穌嘅敬拜。敬拜嘅過程裏邊咧，你未必會見到我喺個台上邊嘅，甚至咧所有敬拜隊嘅隊員，所有 vocal 咧都唔喺個台上邊。我哋個焦點只有一個，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。喺裏邊咧，我哋會結合詩歌啦、禱告啦，當中其實一樣會有講道㗎，亦都會有一個比較闊嘅空間喺當中去進入一個比較深度嘅默想，係你自己同神嘅相遇。我哋只係一個目標，我哋一同嚟到去仰望主，同神咧有一個深入嘅交流。